最近，中建院推出台湾当前挑战课的讲座，计共有13场，包括政治、科技、语言等等，邀请来专家学者，全部拢爱用台语发表。头一场伫今日开始，主题是台海安全中的美国角色，由2位长期研究台海议题学者来对谈，分析美国的一中政策、台湾的国际地位等等，也呼吁政府一定要注重国防，让国际看到咱保卫国家的决心。这几年，文化部大力推动台语主流化，伫影视创作、艺文表演、台语活动等等，拢有提供补助。为着要推动学术的讨论，中建院的社会所、欧美所甲法律所，嘛邀请真侪专家学者来办台语讲座，就叫做台湾当前挑战系列讲座。针对目前台湾要紧的问题来讨论，阮邀请的专家安排的题目包括法律、政治、社会、教育、历史各方面，阮希望讲安尼活动能推广学术的讨论咱看电视立法院还有这个研究院能看暂时讨论的主题是台海安全中的美国角色，由中建院研究员林正义主讲，和东吴大学潘欣欣教授对谈。学者指出，台湾伫半导体 AI 的国际地位是全球关注印太区域安全的一部分，咱嘛爱防备中国非常规部队的威胁、领地作战等等，嘛呼吁政府一定要注重国防，让国际看到咱保卫家己的决心。咱讲台湾以这个国防的预算来减少。还是讲，咱对咱家己的安全无在意哦。对要帮助台湾的一寡国家，因就认为讲，爱个考虑吼，因为这个是一个足现实的这个问题。大家足烦恼，讲敢会到第三场伫东亚这边发展起来，所以讲咱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特别是讲中国即马经济即马咧愈来愈败害啊，烦恼就是讲伊敢会利用战争来去转移伊过来的即个烦恼的代志。两位学者拢讲，这是因头一届用台语来讲台海议题，嘛表示要甲学术名词讲互民众了解，有影是无简单。中建院社会所所长表示，到明年1月刷来半年，也阁有12场讲座，内容真丰富。除了提出各种议题的分析甲政策建议，嘛希望实践用台语来讲万事万行。民众透过台语台 YouTube 嘛会当看到直播。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